下晝開始到政府總部集會反對國民教育科嘅人越嚟越多，加入絕食行列嘅亦多咗3個人，包括2個教協職員同埋1個大學生，總數增加到11人。最長時間嘅一個係已經絕食近4日嘅教協理事韓明山，佢話只係攰一啲，醫生檢查證實佢嘅身體狀況良好，佢話會盡力堅持落去。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取消外訪行程，留喺香港專注公務，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言人葉寶林要求梁振英首要處理國民教育嘅爭議。其實正而家香港事務最緊要、最尖鋭，亦都最多民意係去反對政府政策，其實就係國民教育科呢一樣嘢。咁所以佢既然留得喺香港，咁都好希望CY 咧就係放低佢嘅框架，放低佢嘅前設。我哋係可以喺冇任何嘅框架同埋前設底下咧，係好希望可以同到梁振英係去溝通。我哋嘅憂慮亦都係好清楚，咁都好希望 CY 係唔好就係去兜圈喺度講話啲撤回不撤回之間嗰啲嘢，嗰啲語言嘅虛偽嘅藝術。另外有網民朝早到政府總部剃頭髮，支持撤回國民教育科。呢個形式係可以表達一個無法無天。我希望用我嘅身體語言去表達一種無聲嘅抗議，反洗腦係聲援佢哋呢次嘅標語啦。咁個腦已經喺呢度啦，咁就無謂挑個腦出嚟，咁就反洗，希望大家領會到呢個意思，完全唔係犧牲，完全係一個正義嘅行為。佢最終剃正反洗2個字，寓意反洗腦。至於稍後喺夜晚8點半開始，現場會有音樂會，到時會有歌手到場支持。